后来继续来看中国进前宣布，伫东南沿海围设着保留空隙。虽然无宣布军演，但是咱的国防部认为，这实际上已经是咧做军事演习了。因为中国有90只的军舰驶到第一岛链，咱的国安高层讲，这种大规模的部署至少都要70天。讲中国除了针对台湾之外，嘛想要趁川普的新政府就任进前。 甲美国来化为。中国进前伫咧东南沿海为保留空隙，强军的机舰随展开了大行动。我国国防部为昨早起6点、24点钟内，拢总侦查到强机53架，其中有23架飞过海峡中线，阁有11只强舰甲8只公务船伫咧台海上边行动。 虽然中方无宣布军演，不过我国国防部认为实际上已经咧军演，而且中国包括海军甲海警船在内，拢总有90只军舰左右分布伫第一岛链。目前这一次的这个规模跟前面这4次来去做比较，是最大的，是相当大的。 有国安的高层分析，这届的军演虽然低调，不过堪称1996年来台海危机了后上大规模，上无嘛要70天准备，而且中方若是剑指台湾，恐惊嘛是想要趁美国 Trump 新政府上台进前演互美国看。 伫敏感时刻，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嘛拜访日本，前后甲日本的首相就破波个防卫大臣中国元见面，嘛有讲到针对中国对全球和平稳定的挑战。 And that includes coercive behavior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lsewhere in the region. 另外 ，Austin 嘛访问到中国2027年攻台的可能性，伊就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We will continue to help Taiwan obtain the ability or the capability that it needs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We don't want to see any kind of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that as well. Austin 嘛伫咧9号顶上停伫咧约克苏卡的 George Washington 航空母舰，同时嘛宣布 George Washington 会搭载 F-35陆总的战机中队。伊同时嘛警示中国渐渐有能力改变国际规矩，所以美军伫咧印太的准备就真重要。若是中国布下重兵，美国嘛派出机舰，要避免印太地区发生冲突。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